中国雄雄进行政变缘分哦，让渔民是真不满。因为今年的屏东乌昂村柜掠头一尾的资格，日期是对4月初开始哦。所以因为中国的军演受到影响，今仔早起伫屏东恒春的鸟皮头，冇看到咱军方部署的飞弹是用步砍的。 大概目前我们东港跟琉球，因为要抓黑尾鱼嘛，大概都是会集中在这边。刚刚渔会比着地图悬顶，渔民来掠乌昂村的范围，大约伫绿岛附近。今年县府公告，屏东乌昂村第一尾的资格，掠猎的期限为4月1号开始算。刚刚当地已经有部分渔船出发，嘛有真侪渔民准备了后要出海。但是这届中国军演公布的区域，踏入掠乌昂村的范围。 这个时候，其实对第一尾对我们东港籍跟琉球籍的渔民来说，其实它象征的意义是很重大的。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搅局对我们来说，其实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困扰。 东港区渔会表示，为着掠乌昂村，有一寡渔船3月就出航，目前当地海域咧作业。坦承中国经伫这个时机来军演，造成真侪困扰。不过，有渔民认为，军演甲一般的渔船作业无关系，无啥会影响到。 那影响着，嘛是加减影响啦，因为伊演习拄啊，伊咧掠迄位，伊迄个差不多迄个所在啊。演习因的作业关系啊，迄无关系啊，迄无关系，无影响啊，无影响。 虽然毋是每一个渔民都认为军演会造成掠鱼仔的困扰，但是嘛有渔民出来的时阵，常常看到中国真侪军船出现伫日本附近的海域，会离对方较远的才来作业。因应即届中国军演，屏东恒春某鼻头早时嘛当看到当地有飞弹防御部署，周边嘛看到军车，还有军人咧来回行动。公司新闻王刘婷丹、恒坤屏东报道。